上集咧就講到劉秀咧就帶領大軍咧去到昆陽咧，就係希望解救咧呢個綠林兵之圍啊！咁啊首戰咧就咧得利係啦，戰勝咗咧呢個敵軍咁但係咧呢個只不過係即係好初試提升啫。咁咧就官軍嘅首領王邑咧，聽講咧首戰失利咧，就用馬鞭咧狠抽咗幾個後退嘅將領，趕緊咧再派咧5000人咧前往去應戰。咁劉秀咧企喺馬上邊，高舉長劍，就大聲嗌就話：快啲跟我衝上去！講完之後咧，佢一夾馬肚，就好似咧離完嘅箭咧，再次咧衝入去官軍嘅隊伍入邊。咁綠林軍嘅勇士咧，亦都鬥志昂揚，人人爭先恐後咁樣咧殺向官軍。轉眼間咧，數百名嘅官兵咧就死喺陣前，其餘嘅咧都畏縮咧係往後退。咁接連打咗2-3個小勝仗咧，使到咧喺人數上處於劣勢嘅綠林兵咧士氣大振啊，勇氣大增。咁劉秀咧為咗鼓舞昆陽城內守軍嘅士氣咧，兼且去到瓦解敵人嘅軍心咧，佢就將綠林軍已經攻克縣城嘅戰報咧就捆綁咧喺箭上邊咧射咗入城入邊，並故意咧丟失一啲咧俾官軍咧執到。咁呢個消息一經傳開咧，城入邊嘅綠林兵咧個士氣咧頓時高昂起嚟啦，因為縣城係附近一個好重要嘅城池嚟嘅。咁啊，人人都摩拳擦掌咧，準備咧衝出城咧去迎接咧主力部隊。而王邑同埋王尋咧就非常之失望，亦都好煩躁，一時咧拿唔定主意啊！正喺呢個時候咧，劉秀咧親率3000名嘅勇士，從城西咧就即係渡過呢個昆水河，就向設喺離岸邊唔遠嘅官軍指揮部咧發動咗猛烈嘅攻擊。咁王邑、王尋見到劉秀渡過呢個昆水河咧，心入邊嘅怒氣咧就更加盛啦。佢哋咧立即咧披掛上陣，自此咧兵多將廣，親自咧率領咧萬餘嘅禁衛軍咧就擺成一個半圓形嘅包圍圈，氣勢沖沖咁樣咧係壓上去。咁王邑咧仲下令咧各軍咧不得妄動，自以為咧此仗咧一定咧能夠一舉咧生擒劉秀等人啊咁樣。咁劉秀見王邑、王尋嘅禁衛軍逼近啦，咁咧佢就好神色自若咁對眾勇士講啦：我哋已經成咧背水一戰，不勝則亡，大家要將咧生死置於度外，快啲衝上去！講完之後咧，佢拍馬領先咧衝入咗官軍嘅陣中咧去廝殺起嚟啦。3000勇士咧一聲吶喊，冒住暴風雨一般咧向佢哋即係襲擊而嚟嘅嗰啲箭咧即係話知你咁多箭射埋嚟咧，都係奮勇咁咧向前衝。咁王邑、王尋咧就見劉秀咧來勢洶洶啦，心入邊咧都吃咗一驚。咁轉眼間咧萬幾嘅禁衛軍咧已經被衝得咧陣腳大亂啦。其他官軍嘅將領咧因王邑有令在先，邊個都唔夠膽咧去到營救。咁王邑、王尋咧見禁衛軍咧抵擋唔住，急忙調轉馬頭咧往後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員咧綠林軍嘅將領咧飛馬趕到，揮劍咧就將王尋咧刺死咧跌落馬。咁王邑咧就大驚失色，夾馬便逃。咁呢位綠林軍嘅將領咧就威風凜凜咧又追咗上去，並大叫就話：劉秀在此！王邑趕快落馬投降。咁咧就呢個咧王邑聽講咧佢就係劉秀咧，即刻咧非常之驚，從馬上面咧跌咗落嚟。幾個衛士咧上前拖住佢咧，順住一條小水溝咧就逃亡咗啦咁樣。咁昆陽城內嘅守軍咧見劉秀等人咧大敗官軍，咁咧就立即打開城門，如同咧就狂風一般咧撲向敵營，震耳欲聾嘅喊殺聲咧令到大地咧都顫抖起嚟。綠林軍咧勢如破竹，士氣低落嘅官軍咧開始咧全線崩潰啊！咁喺呢個時候咧，天際咧就湧起咗一團團黑雲，
一道閃電咧劃破長空，頓時咧雷聲勁鳴，震撼住咧整個戰場。緊接住咧落咗一場咧傾盆大雨，喺濃密嘅雨水之下咧，綠林軍咧以一敵十，越戰越勇，官軍咧連連後退。王邑喺眾官軍嘅護衛之下咧，急令巨無霸驅使呢個猛獸咧阻擋綠林軍嘅攻勢。但猛獸咧早已經咧俾啲雷聲啊、雨聲啊嗰啲喊殺聲咧已經嚇到咧縮成一嚿啊！咁啊，巨無霸揮動佢嘅鞭咧，狂呼亂叫咧，叫啲猛獸向前衝。咁被打急咗個猛獸咧，紛紛咆哮起嚟啊！調轉咧就向官軍咧陣中撲去。咁巨無霸咧仲企圖咧攔住佢哋嚇。咁嚇瘋咗嘅猛獸咧一擁而上啊！一眨眼功夫啊，就將佢咧撕成碎片。咁官兵們咧見到咁嘅情況咧，驚恐萬分，都不顧性命咁樣咧跳咗入昆水河。咁由於咧暴雨咧來勢兇猛啊，河水驟漲，數十萬嘅官兵咧就擠到咗去河入邊，淹死無數，河水咧都為之堵塞。只有王邑、賢瑈等少數嘅官兵咧，騎住馬踩住淹死嘅官兵嘅屍體咧渡河，得以逃脫，翻咗去咧洛陽嗰度。咁昆陽城外咧一片狼藉，數百座咧官軍嘅營帳咧七零八落，遍地咧都係掉低咗嘅長矛啊、啲弓啊、啲箭啊、刀啊、戟啊。餘下嘅官兵咧已經咧四圍逃竄啦。有踩傷啊、撞傷嘅人咧不計其數，處處都係哭喊驚叫聲啊！脫韁嘅戰馬咧喺潰逃嘅人流當中咧長嘶狂奔，巨無霸馴養嘅猛獸咧亦都咧係到處亂走啊！咁王莽得知數十萬嘅官軍咧喺昆陽城下咧被殲嘅消息咧都忍唔住咧嚎啕起嚟，喊晒口。佢知道大勢已去，離滅亡嘅日子都不遠啦。果然咧幾個月後咧，綠林軍咧攻下長安，殺咗王莽。咁昆陽之戰咧，綠林軍咧係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大獲全勝，殲滅咗咧王莽軍隊嘅主力啊！劉秀通過呢個戰役咧脫穎而出，大露鋒芒，成為天下聞名嘅起義軍嘅將軍，為佢咧創立咧帝業咧奠定咗咧一個好好嘅基礎。咁就即係以前我都有睇過少少東漢嘅歷史，但係我自己覺得東漢歷史就前期嗰啲就比較悶少少啦，即係冇西漢啊、楚漢相爭咁精彩嘅。咁東漢即係劉秀去到即係叫做最後稱霸天下嗰個過程咧，即係都 OK 嘅，但係咧就冇其他嗰啲咁突出一啲人物。即係如果大家去即係學光武中興入邊一啲嘅著名嘅將領咧，其實唔係大家咁容易得出嘅。咁但係楚漢相爭入邊啲人物咧，就大家都家傳戶曉。咁但係我自己睇到劉秀一樣嘢咧，一個好突出嘅地方咧，佢本身係一個讀書人，係一個謙謙君子。但係去到亂世嘅時候咧，佢願意去改變自己，係啦，加入呢個咧用馬嘅生涯，騎馬揸住啲武器，係親自衝殺。嗱，佢個難得嘅地方就係嗱，你叫佢打仗已經好難得啦，仲要做領袖，仲要身先士卒，勇氣即係以少勝多咧，我覺得咧真係好值得敬佩。所以咧就係人咧個能力當然係好緊要，但係嗰份勇氣，嗰份即係願意去求變、去成長嗰份嗰個勇氣同埋嗰份執着，同埋嗰份咧即係唔怕困難嗰份嘅氣勢咧，呢個先至係人可以達成功嘅一個重要嘅要素。咁劉秀咧就好明顯係一個咁樣嘅例子啦，一個咧即係手無寸鐵，係啦，可能分分鐘咧殺雞都驚嘅一個文弱書生，竟然成為咗一個威風凜凜嘅大將軍。所以咧，人真係不宜妄自菲薄，最緊要知道自己嘅人生目標，知道自己想做啲乜，而咧唔怕去踏出呢一步，咁咧成功之日咧就指日可待啦。下集咧我哋再講新嘅故事。好多謝大家收聽。